花甲山风台造成花莲崩山湖大崩花下游的光复乡，目前统计已经造成14人死亡、86人受伤的严重灾情。对此，台南市会第4届地热处开议头一天，局长屈丽丽的宣布，所有官员甲议员共同为花莲默哀，希望大家尽一切努力，让因恢复正常生活。我们台南市议会跟台南市政府，我们共同来默哀。为逝者默哀，为失联的这些乡亲们来祈福，希望尽早能够找到他们。默哀开始。会中身为花莲光复乡一份子的议员尹爱达理，除了代表宜兰乡亲表达上深的哀悼，感谢市民济物资的支援，嘛为后续无同阶段的重建过程，希望无政治色彩，只有持续关心。过程中悲伤的情绪，常常讲不出话，甚至流下目屎。非常谢谢主席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我也恳请大家。我们都很急，但是不要太急。大家都想要提供物资，想要提供人力，但是真的不要太急。因为这个路非常长，每个阶段会需要不同的物资，所以真的请听部落这边的声音跟需求。另外也请市长，拜托市长能够给我们在台南、新系、花莲的这些族人多一点温暖。我们可以再多一点帮忙帮助。议会开议嘛，拄好是市长黄伟哲生日。会中伊家己讲，上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上台完成施政报告。同时，趁中昼休困期间，大家嘛做伙替伊庆生，以希望市政推动顺利。至面对花莲的灾情，市长强调共岛一命，除了紧急调派消防替代役甲机构协助，对着涉及花莲的台南市民有救援的需求，拢会制定相关补助办法。台南市民，如果你有亲友在花莲的灾区，你因为帮助亲友，所以接待他们在一段时间内，我们是可以对于这个所需的费用再予以这个补助的。那原民青年返乡，原民青年返乡，如果台南市的这个有原住民的朋友，他本身是从灾区出来的，那另外也可以跟我们登记，我们来这个基于他们返乡来帮助自己的亲友所需要的衍生的费用，我们思考来尽速来提出一个补助方案。台南议会这摆开议，除了议员为当地建设需求来请命，面对支援花莲救灾感动甲难得的市长庆生会，拢写下一篇和谐温馨。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